內地影后章子怡除咗演戲了得，佢嘅着衫品味向來都深受讚賞嘅，每次性感得嚟都盡顯高雅。近日佢同內地男星張寧克同場出席時尚品牌活動，獲得粉絲大讚佢哋似足豪門子弟組合啊！子怡以一集雕 V 黑色西裝現身，配上大波浪捲髮同埋烈焰紅唇，被指狀態超好。而張寧克就以一身修身黑西裝登場，身高1.9米嘅佢，靚仔到好似貴公子咁。而獲大會安排同坐嘅子怡同埋張寧克就完全漠視相機鏡頭，正對住佢哋直拍，而且大方自然咁樣傾起偈上嚟。子怡全程就好似大姐姐咁同張寧克交流，而張寧克就一直保持住後輩嘅謙遜態度。期間唔知傾到啲乜嘢，子怡竟然開懷咁大笑，畫面十分溫馨啊！自從相關照片流出之後，更加有網民私下改圖，將兩個人變成韓劇海報，甚至剪出偽預告片，似乎大家都好期待佢哋兩個合作。而張寧克響事後亦都喺訪問入邊表示，對子怡姐特別感到親切，俾咗佢好多表演上嘅建議，並且話好睇好佢響劇集《雲之羽》入邊嘅表現。而作為晚輩嘅佢，真係感到受寵若驚啊！並且話會繼續努力，唔辜負前輩嘅期待。哇，佢真係認真識講嘢啊！